哦，这个行来这是什么人啊？那叫缘投啊！哦，阿狗，你来啊！你来了多好，你来看卖啊！看我今仔日敢有缘投，敢有水？有吼，我嘛是安尼感觉呢。我要继续来欣赏我安娜，你嘛要照？啊，毋过这块镜伤细地啊呢，啊无我客互你照。哦，阿狗，你今仔嘛足够水的呢！你今仔看起来足有精神呢。你的茶啊，借我看我的镜，好吧？我想要问你，咱咧照镜的时阵啊，会看到咱的五官。你敢知影咱的五官因叫什么名？你知影对无？是毋是足简单的？囡仔遐囡仔这，恁敢知影？嘛知影对无？咱做伙来跳古水的囡仔溜一遍哦。头一个目睭，目睭伫大大的目睭有长长的目遮毛。过来，鼻啊，鼻啊，伫咱的面的中央，用来鼻物件的鼻啊。过来，咱的目白，长长的目白。阿靠，你目白是啥物型的？阿靠的目白是连起来的呢。我介意弯弯的目白，亲像月娘共款哦。囡仔遐囡仔这，咱就用咱的记仔当作咱的目白，看你爱什么型，你就甲变做什么型。过来，咱的耳啊，耳啊伫咧对。恁看，阿狗有大大的耳啊，亲像溪线共款哦。上尾一个，咱的喙咧，喙伫倒位？用来食甜甜的喙。阿狗上爱食红菜头，所以看伊的喙拢笑眯眯。即马，咱拢知影咱的五官伫倒位啊？我要来甲恁考试哦。咱来算一个游戏，我讲什么部位，恁就爱随甲迄个部位比出来哦。准备好未？我会讲足紧的哦，恁来对我调哦。目睭、目白、鼻啊。阿狗，我是讲鼻啊。鼻啊是伫咱的面的中央，鼻物件的鼻啊。你拄则比的是耳啊，耳啊是用来听物件的哦。过来是咱的喙，喙伫咧倒位？伫咧中央。哇！我看所有的囡仔遐囡仔这拢笑眯眯呢。那安尼，咱即马就准备来跳这条古水的囡仔。古水的目睭，古水的鼻，古水的目白，古水的耳，古水的喙来食甜甜。古水的囡仔笑眯眯，古水的目睭，古水的鼻，古水的目白，古水的耳，古水的喙来食。古水的